開公司之後係咪唔使做？咁就梗係唔係啦。今日個客佢屋企拆咗個入牆櫃之後，發現咧係冇做到水泥嘅，所以我神咁早咧就去到倉攞咗架撐，準備去幫佢批翻層水泥先。又係好懷念水泥環節啊！攞咗色板俾個客揀顏色。今日要批嘅位就喺呢度啊！攞翻我把黑色成件。呢個位太厚就要分2次批，而家又批。好啊，呢幅水泥牆已經批好咗啦。咁由於呢個位咧實在太厚啊，雖然係慳翻1日功夫，但係咧因為佢太厚，佢係冇咁穩陣嘅，之後就好容易裂開同埋冧落嚟。咁我寧願放喺下一次先做啦。咁呢邊咧就大概係咁樣，因為成哥之後仲會批3層灰，咁整體嚟講咧就會平晒啦。到時候成哥批灰就搞掂啦呢位。今日就咁樣先啦，我而家仲要去搞公司戶口，所以我又唔得閒，成日周圍走。走先，下集見。好啊，冇批啊，個人都生鏽啊。